今次係要同大家講下 Marvel 電影《雷霆特工隊》嘅核心主題，反英雄嘅自我認同、陰暗面同埋救贖。我會從喺電影入邊出現過嘅角色講下我對佢哋嘅睇法。大家好，我係3012。呢個頻道每個星期都會更新短片，同大家分享電影劇集觀後感等等。如果你都中意呢啲內容，記得訂閱兼撳埋側邊個鐘仔。你嘅俾 like 係支持我更新短片嘅最大動力，多謝各位。講落去就會涉及劇透，如果你未睇過套戲又介意的話，最好睇完套戲再返嚟聽我講。如果你唔介意，咁我就講落去啦。故事大綱我就喺上一條觀後感嘅影片講咗啦，咁而家就唔再複述。新一代黑寡婦娜姐，咁佢就係喺2021年嘅 Marvel 電影黑寡婦度首次登場嘅。佢細個嗰陣時咧，就同第一代黑寡婦 Natasha 同埋紅色守衛者同埋Melina 一齊偽裝成一個家庭，就喺美國做間諜嘅。咁當時就同Natasha 建立咗深厚嘅姊妹情，然後間諜任務結束之後咧，就送翻去紅房接受黑寡婦嘅訓練。咁佢嘅成長曲線咧，就係喺黑寡婦電影入邊開始嘅，由佢脫離黑寡婦嘅控制，然後去為其他黑寡婦爭取自由，然後同 Natasha 和解。咁因為喺彈指事件入邊咧，佢就消失咗嘅。Endgame 之後佢又復活翻啦，就喺呢個 Disney Plus 嘅鷹眼影集入邊又再登場。咁喺鷹眼呢個時期咧，佢就俾Valentina 迷惑咗，以為係鷹眼害死咗 Natasha 嘅，亦接受咗 Valentina 嘅招募。咁呢個時期算係佢嘅迷惘期啦，因為佢唔係好接受到 Natasha 咁樣就死咗。咁其實佢就係由紅房嘅精神控制轉移咗去俾呢個 Valentina 嘅心理控制。咁佢就揾鷹眼報仇啦。咁喺呢個復仇過程入邊咧，就認識到Natasha 係自願犧牲去換取呢個靈魂寶石，而唔係俾鷹眼害死嘅。喺呢一度佢就開始覺醒，開始會思考關於呢個自我犧牲放低憤怒要為自己揾一個新目標，亦學習咗點樣接受現實同埋原諒眼前嘅所謂仇人。咁翻到嚟雷霆特工隊，最開初都係表現佢好渾渾噩噩一味只係冇目的咁樣去接受Valentina 嘅任務，喺實驗室捉住個散仔逼個散仔聽佢講嘢。咁呢段戲其實都係睇到佢係好想有傾訴嘅對象。雖然佢開始覺醒，但係佢依然係有啲心結，唔可以靠自己去解開。咁喺個實驗室入邊同呢個博士槍戰啦，佢就不斷吐槽都反映佢開始厭惡打打殺殺嘅間諜任務。然後佢就揾 Red Guardian 佢個冒牌老豆諗住傾訴下心事開始又鋪墊下佢對家庭嗰種溫暖嘅渴望。佢就幾乎當咗 Red Guardian 就係佢嘅親生老豆。咁呢個時刻嘅 Red Guardian 咧，都係未有辦法開解到佢嘅。咁之後就係 Valentina 嘅欺騙啦，幾個反英雄就集結啦。咁我哋就通過哨兵 Bob 嘅黑暗空間能力，就睇到娜姐心入邊到底係有咩心結，有咩陰暗面。佢係好厭惡喺紅房訓練時期嘅自己，對佢喺呢個訓練入邊欺騙過殺害過嘅人咧，係有好大嘅愧疚嘅。咁喺逃脫嘅過程咧，佢其實都係想全員生還嘅，唔會想犧牲任何一個人。咁當佢見到 Bob 衝翻轉頭為佢哋引開視線，俾機會佢哋逃走，佢都有展現到一閃而過嘅愧疚感。咁 Red Guardian 千里迢迢去拯救佢哋啦。呢一個 moment 啫，娜姐都表現咗一種怕醜就好似普通人好驚啲朋友見到自己好熱情嘅家人一樣嗰種感覺。咁呢度咧 Florence Pugh 係演得非常之好嘅，雖然只係一啲好微細嘅動作但係都帶到一種可愛輕鬆嘅感覺俾觀眾。咁 Red Guardian 都充當咗一個詼諧搞笑嘅角色亦開始講出呢個 Thunderbolts 嘅起源。咁原來雷霆特工隊就係娜姐細個嗰陣時參加過嘅一個足球隊。咁嗰陣時就係算係娜姐嘅開心童年嘅回憶。咁然後就係遇到 Bucky 然後正式埋班去對付Valentina。
咁呢個時候，阿 Bob 都正式成為咗哨兵。咁娜姐因為喺紅房時期啊，同埋喺Valentina 旗下工作嘅時候，都有好多殺戮啦。佢就其實好厭惡，咁佢就想拯救阿 Bob，唔想阿 Bob 成為另一個佢。咁但係因為哨兵嘅能力太強啦，當時佢係有啲灰心同迷惘嘅。咁啊，娜姐咧幾乎就係想放棄㗎啦喺呢個 moment。然後 Red Guardian 對佢懺悔，同埋講出喺細個嗰陣時係足球隊嘅經歷。咁原來娜姐喺當時最開心就係作為一個守門員，就係當隊友犯錯嘅時候，佢就可以作為最後一個後盾。簡單啲講，就係娜姐其實係好害怕孤獨，反而係非常之熱愛團體生活嘅一個人。咁其實喺荒漠逃脫嗰一幕都睇到阿娜姐係好中意做團隊嘅事務嘅，佢係有指揮隊友嘅潛能嘅。咁去到呢一幕，佢嘅角色曲線基本上就已經完成咗，已經收得好好添。佢最後自願進入呢個黑暗空間。有人可能會認為喺呢一幕阿娜姐嘅舉動係好唔符合邏輯，因為冇人知道虛無嗰個能力其實係啲咩嚟。但係喺嗰一刻，阿娜姐嘅精神狀態啊、心理啊，佢就係想救人。喺嗰一刻係唔介意犧牲自己啦，已經，所以佢願意搏一搏。咁好多時候所謂嘅英雄同凡人嘅分別，好可能就係呢一點。等於有人遇溺，就係會有啲人係不顧後果咁樣跳落去救人上嚟。英雄就係一啲喺緊要嘅時刻唔會顧及自己自身安危而去拯救他人嘅人。咁娜姐就非常之好咁樣演繹咗咩係英雄，重新定義咗英雄，唔係因為自身有能力幾強大，而係想拯救人嘅嗰個心啊。而作為英雄，都會願意面對自己軟弱、黑暗嘅時候，最緊要係企得翻起身，同埋識得改過。而雷霆特工隊都反映咗英雄其實都好需要人哋嘅支持，需要家庭嘅支持，需要朋友嘅支持。英雄都有普通人嘅一面。咁今次導演編劇係非常之成功咁樣塑造咗阿娜姐成為一個有血有肉嘅反英雄，再加上 Florence Pugh 嘅出色表現，都為呢套雷霆特工隊電影加咗唔少分。講完阿娜姐，就要講另外兩個塑造得比較立體嘅角色，就係美國特工同埋阿 Bob。咁美國特工都係一個接受咗超級血清嘅強化人啦。咁但係佢唔似得美國隊長咁樣咁光明個人，佢嘅負面情緒比較多，就令佢成為唔到美國隊長。喺迪士尼影集入面，佢仲有殺害過啲手無寸鐵嘅人。咁喺雷霆特工隊就進一步去揭示佢嘅陰暗面，就係佢婚姻失敗啦。佢唔識面對屋企人。咁哨兵阿 Bob 就出生喺一個有家暴嘅家庭啦，令到佢自暴自棄去吸毒遊走唔同嘅地方。咁卒之喺東南亞就接受咗哨兵計劃嘅人體實驗。咁呢個實驗又係好似啲超級血清咁樣放大咗佢嘅負面情緒，佢嘅陰暗面就係虛無。咁其實喺故事入邊佢都有成日提及㗎啦。佢有時會好開心，有時會好低落，有時又會斷片。咁其實佢平時斷片嘅時候咧，應該就係暗示佢俾虛無佔領咗個身體嗰個時刻啦。其實簡單講就係人格分裂。咁美國特工同阿 Bob 嘅共通點就係咩呢？就係佢哋好難控制自己嘅負面情緒。雖然佢哋兩個唔算係主角，但喺劇情推展嘅時候，都會見到美國特工係有慢慢咁樣嘗試控制自己。唔似得喺影集嗰陣時咁失控，而阿 Bob 喺黑暗空間入邊瘋狂咁樣打虛無，亦反映出阿 Bob 自己係幾咁痛恨自己嘅軟弱。咁最後大家都係得到團隊嘅救贖啦。咁故事喺呢度都係進一步咁樣顯示朋友身邊嘅人係有幾咁重要。劇情係不斷咁樣去強調，英雄都係需要其他人嘅支持先可以成為英雄。英雄唔一定要只有自己一個人去面對自己嘅陰暗面，我哋要原諒自己嘅過錯，同樣亦要原諒人哋嘅過錯。故事不斷咁樣重新定義英雄應該有嘅特質。雷霆特工隊電影最成功嘅唔係佢嗰啲動作場面，唔係有咩特技效果，而係佢講出咗一個關於英雄自我救贖點樣成為英雄嘅故事。咁比較可惜嘅角色就係鬼魅同埋模仿大師。紅色守衛者至少有娜姐去展現出佢哋嘅父女情都
某程度上塑造咗佢呢個父親嘅形象。電影就只係交代咗鬼魅好長時期都係孤獨一人，尋求點樣可以穩定自己個肉身嘅辦法。模仿大師咧本身就係喺黑寡婦電影度登場，除咗喺阿娜姐口中複述咗一個慘字之外，幾乎係零描寫嘅。咁喺黑暗空間入面，導演都冇俾篇幅佢再去交代更多佢哋嘅故事。咁當然因為片長嘅關係同埋要聚焦個故事角色，聚焦喺女主角阿娜姐身上，所以有呢啲取捨都係可以理解嘅。今日要講嘅雷霆特工隊角色探討就係咁多。如果你有唔同嘅想法，不妨留言一齊再傾下。離開之前請你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你嘅俾 like 係對我持續更新短片嘅最大支持。多謝大家，我係3012，下條片見，拜拜。